今日帶大家睇一套魚林698尺嘅私樓單位設計，間咗3間房，睇下我哋點樣佈局。客廳位置做一字電視櫃，配上岩板同格柵背景牆，高級又大氣。轉個飯廳做一組餐邊櫃，上高玻璃飾物櫃，擺啲床酒同飾物，夠晒氣派。呢邊再整一組儲物櫃，增加收納。喺呢個玻璃趟門入去就係我哋廚房，做咗2排地櫃，煮食、備料、清洗3個區域分得清清楚楚。呢邊仲做咗吊櫃，收納量充足。再嚟睇下我哋浴室啦，入嚟係個儲物櫃、洗手台做2型地櫃同成面鏡櫃，一字浴屏，間開淋浴區，做咗乾濕分離。跟住嚟第一間房，做咗地台床隱藏收納，床邊一個衣櫃執晒衫褲，呢邊再配張書台同書架，功能齊全晒。跟住嚟我哋第2間房，同樣係地台床，側邊一個到頂嘅衣櫃啦。房雖唔大，基本嘅儲物都係保證咗嘅。最後係我哋主人房啦，設計都超級高級，床頭做個小床頭櫃，床尾就係大衣櫃同大妝台一體訂造，仲設玻璃飾櫃同格柵背景增加細節。呢個698尺3房設計，大家覺得點？有想做新屋裝修或舊樓翻新嘅，都可以嚟 PM 我，免費幫你設計啦。